而家香港好多啲外籍家務助理，經常為咗語言鬧出笑話。有好幾次我啲朋友問我呢個字點樣讀，佢哋話啲外籍家務助理咧讀成 onion 啊，而且如果你將呢個字讀成第二個方法咧，佢哋聽唔明添。我哋一於查下字典，嗱睇 Oxford 個音標就係咁嘅，讀法咧就係 onion 啊。再查埋 Longman 啊，音標係咁嘅，於是係讀 onion 啊。其實呢個咧就係經常聽到西人嘅讀法嚟。點解會錯呢？就好多人將個 O 字逢 O 讀 O， 好似 O N on 啦，於是 O N I O N 咧一定係讀 onion 啦。其實 O 咧經常化為 U 讀嘅噃，好似呢啲字咁啊。第一個字係 wonderful， 第二個係 ton， 第三個係 tongue 嘅。如果你話 wonderful tongue 嘅，全部錯晒。係呢，你仲記唔記得以前荷里活有一個女明星叫做瑪麗蓮夢露啊？夢露呢個姓咧，一般人讀 Monroe 啱嘅，但係亦都可以讀 Monroe， 亦都可以讀 Monroe。